我哋兩個人呢係面對一個挑戰我哋議員嘅合法性嘅官司，咁就喺7月26號會要上庭嘅。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呢，我哋都係新界西嘅直選議員嚟嘅，我哋被同時間擺喺同一單案裏面去挑戰我哋議員資格呢，嗰個政治上嘅意涵係好明顯嘅。就係因為新界西咧，到目前為止都冇一個直選議員係被政府去挑戰資格嘅。咁而家咧就好似補翻一個窿。咁而呢個結局咧就係我哋如果兩個同時間被取消資格咧，就會有所謂補選啦，又會係不能民主派或者我哋非建制派不能夠全取兩席啦，就咁嘅結果。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兩位嘅嗰個官司雖然係同一位嘅提控人，但係同時間喺嗰個雪櫃攞翻出嚟嘅時候咧，當中嗰個政治含義咧係相當清晰嘅。咁與同時我再係即係強調啦，之前咧其實大家所理解嗰個嘅司法覆核咧係由律政司係由政府提控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呢一個咧其實係有一個民間嘅提控方法咧。佢係即係極有可能係攞綜援去告議員嘅。